在咧疫情期间，有真侪做线工算点钟的民众向无透露。虽然劳动部有推出安心就业2.0加民间团体辅导方案，要互民众暂时有收入，不过这效果无讲介明显。着立委要求劳动部要爱加强宣传。 不少人伫疫情期间失业，趁顺劳动部的安心就业2.0到初二为止，有2万多人手慢挂的工课。为着扩大就业，劳动部嘛释出辅导民间团体提供失业者的工作机会，不过却无什么单位来申请。这个请起来只有3个月，假设说也没有很简单的话，那加上社区组织一般来讲申请计划的能力不是每个组织都一样的，他就会觉得难。他想帮地方的民众或者是 社区的居民也会退却。民间团体表示，这个民间即时就工虽然工资甲安心就业同款1点钟160块，但是一当请的时间敢若3加3个月。有立委指出，有社区团体对职缺标准敢符合劳法署审查期挂长，拢有疑问。主动出击，就是说找几个民间团体来合作试办，也许是社团啊、合作社啊、农渔会、工会，他们看到之后觉得说，这个还不错，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。立委表示，照劳法署的资料统计，自6月29到7月初2，拢无收到民间团体申请。另外，安心就业第4月至6月，敢若3000多人真正找到头路，呼吁政府爱加强速度。劳动部是表示，民间团体就工的部分，目前已经有人来申请，接落来会主动参申请过多元，也是培力计划单位来联络。记者丁阿文调随采访报道。